讲母语当着时，甲这个母语找回来咱的身躯边。伫咧嘉义的管剧团配合着嘉义市文化局举办这母语计划，透过故事工作坊呢，那教民众用演的方式来讲故事，佮教民众学看台文字，或者台语加入咱的生活。有时阵会变做一只猫。甲好古墓的故事做改编，民众伫台顶用演的方式来讲故事。管剧团配合嘉义市政府的母语活动，若有工作坊教民众安怎演，结合 Podcast 的广播放送，搁去公园内底讲故事，互大家听，互台语的学习会当搁较丰富。只要你演了欢喜，只要你会当引起人注意，互台语这个文化有兴趣。互囡仔对台语有兴趣，会当做一个好的传承。这个内容其实是阮剧团咧甲文化局计划真丰富，嘛希望会使台语会使推广到咱的一般的生活内底，会使大家自然来讲台语。参加工作坊的学员就讲，有时阵讲故事囡仔无一定会听，伫工作坊学一寡表演的方式，会当使囡仔注意。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嘛讲。无压力的学习气氛，对囡仔学母语效果会更较好。伫咧表达的方式，对囡仔讲故事的时阵，对家己的囡仔讲故事的时阵，变做伊听踏起来，故事会更较趣味。食暗顿，咱会当来用半点钟的时间，咱来去讲台语。不管你着讲碗、讲猪、讲汤匙啊，逐工着拢去讲，讲底饭、讲啥，讲这是啥物菜。这就是咱属于咱生活化的一部分。我感觉你若安尼，你连续一个月会当安尼讲，对着台语的帮助会当真好。管剧团指出，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学习母语嘛要有趣味，才有法度互囡仔愿意开喙来讲。透过工作坊学习，教家长安怎甲故事讲互精彩，嘛互台语的教育会当更较多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